中央要投入880亿来起高雄国际机场，不过这高雄机场长期以来拢宵禁。高雄市长和立委时拢发声，希望高雄呢会当另外起一个24点钟国际机场，通好来支应未来南部产业也个货运的需求。土图代表正式动工，高雄国际机场测试举行，东边立体停车场动工典礼，交通部长陈世凯加几啊位民代路人宣布高雄机场新航站计划进入一个勘站。中央有计投入880亿，分2期建设，年容量1650万人次的集中式大航站，来增加客运甲货运量。中央提出扩建计划，不过民代甲地方政府也有无同的想法。有一个24小时的新机场，那高雄整体的不管是经济的量能发展、观光的量能发展，都能够快速的前进。台湾未来航空货运甲咱南部整个的发展，这一定要一个24小时的机场。为着避免噪音扰民，位伫市区的高雄机场，晚上12点到透早6点半宵禁，造成货机起降加航点套电长期受限。随着近半年半导体等产业陆续进驻南部，市府甲民代阁提起南京计划区兴建新机场议题，满足未来南部产业甲货运需求。看对经济有没有帮助吧。目前的量好像不需要用到2，但是如果真的是你说营运上的部分，确实是有可能。民众含伫两难，学者认为高雄机场为纳量目前也会当支援，因过以城市长期发展来看，确实会当提早做规划。比如南新市能够形成一个类似像日本大阪这种关西空港的这种规模的话，那当然未来小港本身机场这一块也可以释出啦。地方继续向中央发声起新机场，学者也提醒，新机场为规划甲兴建恐惊要10几年，甲真大经费，市府爱针对少钱负担交通相关配套等做全部的考量，才会当避免公共建设的重复投资。公司新闻采访报道。